各位標迷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 Matthew。大標大落到，時間啱啱好。呢句說話呢係啲老一輩嘅標迷話俾我知呢，喺80年代尾、90年代頭呢，阿 Lam 呢都曾經幫樂都做過代言人。樂都呢個品牌係過百年歷史噶啦，已經質素係毋庸置疑。樂都呢款錶採用 ETA-2836自動機械機芯，即係舊裝嘅雕台玉。錶面直徑係36mm，玻璃錶面採用藍寶石鏡抗磨損，而鋼水打磨都好紮實、好滑身嘅。實心鋼 5G 帶戴出嚟好貼手、好舒適。我哋大圍金輝鐘錶行攞到個超送震撼價，原價3900蚊，今次超送震撼價係1680蚊就可以帶翻屋企。今次我哋都翻咗好多顏色，分別有金紋鋼白面條字、9鴉圈銀鋼白面條字、金紋鋼白面寫字、金紋鋼金面寫字、金紋鋼金面條字、9鴉圈銀鋼白面寫字。之後仲有好特別嘅電腦面，同埋呢隻好經典嘅黑色電腦面。現在如果用1000零蚊嘅價錢可以買到 ETA-2836機芯，真係買少見少。所以今次呢個超送震撼價真係平到笑，抵到爛。有興趣嘅標迷唔好錯過今次嘅機會啦！有興趣嘅標迷咧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